只船啊，哦，一只小只船要载1000斤的叶，1000斤的石头，敢有法度载？载到一半就沉落啊，敢是？但是呢，有一个方法，咱这个圆，如果若是长圆啊，长圆，就是讲我这个圆，我就是啊，逐工拢要安尼做，这叫做长圆。哦，咱1000斤的石头，1000斤的叶呢，我就一工载10斤啦，一工载10斤啦，这个叶敢会当抵消哩？会啊，有一工伊嘛是甲阮的抵消哩。哦，敢是？但是咱莫讲我发真大的圆，但是呢，我就做无2、3工，我就放弃啊。安尼发这个圆，我搁较大嘛无效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民间故事应该有所住啦，啊，有所住后，莫去执着这个功德有偌大有偌济，这拢莫执着，啊，拢莫执着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先看第一段吼。过来，诸佛走的书信，天道的书信，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，就是讲吼，诸佛菩萨拢会大方走的，咱这期三座普渡度人贵仙啊，但是其中只是人上界幸运、上界容易会当去得到这个道。对于齐天大圣啊，对于这个地府这个咱的九贤七祖，要安怎度？爱靠着，爱借着在世的这啥，这个子孙呢，得着道了，才有度去度着伊的九贤七祖。咱今仔日来当得着道，咱来到会堂咧听班参班，咱的九贤七祖会当沾着咱的道缘，咱的道光。伊会当在咩？咱的道场，咱的佛堂周边呢，会当听经文法，哦，所以咱今日会当来道场当中，咱来参班的时阵呢，咱就把握这款的机会，哦，把握这款的机会。如果咱更加好好修好做，咱的祖先更加会当讲光，哦，会当讲光啊，然后一注得到呢，九贤七祖真讲光。讲光啊！今日如果咱若是讲来，就欢喜就来，无欢喜呢，或者是讲今日无闲呢，就无来参班。若面有参班，若面无参班，咱的祖先，咱的九贤七祖，就安那会真失望，会真失望。安尼讲到这个齐天大圣呢，伊要得着道，伊要先大方走道。大方走道了。伊安搁安那爱借着伊的因缘呢，看有机会会当来得到道。咱前几年，咱医学性的可能讲求得道，即款的因缘。可能讲要求道真正就已经开始咧大方走道啦，毋是讲伊求得道了才开始要来走道咧，毋是咧，伊爱先参照过去，安期爱先安那3000公800个，爱先行，爱先做，搁找着伊的因缘力。才有机会啊，不见得一定可以对啦。爱搁去拜托咱的神王，爱搁拜托咱的师尊、恩准嘞，才会当来得道。咱的道场是安尼，伫其他道场嘛，真侪即款的例啊，真侪即款的例。所以诸佛菩萨在即期当中呢，咱拄仔咧讲啊，天上不老一佛祖呢，因就是要下凡境，要来大方做，要希望借着即期。三期大开普渡会当借着即款的因缘会当得着道，无齐天仙呢，伊嘛是有一个气数，几百担，甚至1000担的时间呢，伊嘛是爱搁重新投胎，轮回，到底是做好做歹就毋知啊。但是如果伊即期伊会当去得着即个道，伊就当日超离天，回归伊的本位啊。所以嘛是讲把握即款的机会。咱今仔日咱身为人，咱会当行善布施，咱会当大体宣化，咱会当度人度众，这功德拢无限啊，但是呢，咱爱愿意去做，咱爱去把握，咱
咱毋知影甲有即个亲戚吼，有即款的经验无？咱若要度一个人，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咱家己口才较歹，咱较袂晓讲，哦，啊度即个人我毋歹势追求，对不对？哦，啊要度即个人要怎度？就道亲哦，安尼啦，讲，甲伊要度的人哦，甲写咧即个纸里上，即摆甲写几十个哦，甲放咧道顶悬。即摆献香的时阵哦，就甲即个伊个祖师啊，哦，甲上边啊，师尊师母禀报啊，讲哦，师尊师母啊，慈悲啊，哦，即个人哦，我着真想要甲度，啊，但是地主呢，口才歹啦，哦，啊，惊度袂来啊，啊，请师尊师母帮我斗相共啊，帮我斗度啊，足奇怪咧，恁偌久的时间呢，即个人真正互伊度完呢。啊，伊就即款的方法，安尼一再咧用，哦，啊，所以即个愿，只要咱敢发，但是发愿爱量力而为啊，毋通发即个愿哦，即个空头支票发了伤大，爱量力而为啊，哦，咱来发，拄啊好，达过一点点嘛，无要紧，哦，啊，这项代志成啊，咱再搁发，哦，再搁发，爱发长愿，毋通定来要发愿，哦。爱发长愿。那么三星有形的，咱做着这个宝贵的大道啊，啊，如果咱是无打，哦，啊，就是然后前功尽弃嘛，哦，最可惜。啊，一是人生难调不好，哦，这咱嘛清楚啦。要得到这个人生呢，毋是真简单。要得到这个人生呢，爱持五戒才当得人生。五戒就讲哦，杀盗淫妄酒呢，在过去世在累世呢，咱有去修这个五戒，这会当出世做人，毋是足简单就当做人。咱今日当出世做人，我是过去世咱有真认真、真用心伫咧修，伫咧修持，才有机会伫咧这一世出世做人。咱今日当得到道，嘛是因为咱累积了三世以上呢，三世优秀呢，才有去得到这个大道。所以要得到是真简单啦，哦，真简单。所以咱得到这个道，应该把握，哦，毋通自欺啊！自欺就讲哦，啊，咱诸佛菩萨拢真自欺嘛，哦，诸佛菩萨拢无咧甲咱放弃咧，师尊师母拢无咧甲咱放弃咧，但是自欺就是安那，家己放弃家己啊！我得到道啊，家己无要无紧啊，哦，无要无紧咧嘛，袂去把握讲哦，我得到这个道。有遮尔好语言的，咱希望了完嘛放弃。啊有班我就来参，啊今日无闲我就无来参。啊，这就叫做自欺。啊，那么自欺呢，就是自暴自弃，家己放弃家己啊。诸佛菩萨拢非常自卑，伊就家己放弃，上爱惊就是家己放弃来家己。所以咱好学做一个见证啊，吼，咱老祖咧甲咱讲，上师闻道勤力行志，中师闻道就存着无。下师闻道大巧以为。老祖圣人伫道经内底甲咱讲嘛，伊讲哦，上师闻道呢，勤力行志，这是大智慧者，这是诸佛菩萨呢，来到这个世间了呢，因为因过去迄款的智慧，伊佮加上呢，伊是生源而来，因的业呢较少，所以呢，伊闻到大道呢，伊会当啊非常的积极勤力行志，哦，那么中师闻道就存着无。咧讲咱大部分咱的兄弟姊妹拢是安尼，包括咱好学的，拢是安尼。今日听着道，听着真好道理呢，咱转去就非常积极，非常的拍拼，非常的发心。但是呢，经过一段时间了，就搁继续害啊，哦，继续害啊。这嘛是因为安尼呢，这个前辈者诸佛菩萨，伊知影咱人，咱众生的一个习性，所以呢，甲咱讲道场伫这世界当中呢，咱就爱不管啊，爱。定定开班，定定参班，定定听道理。若讲3日无去就爬就收嘛吼。咱前半冬的时间拢无咧参班，敢是久无参就安那，渐就袂记一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中师闻道就存着无，啊，咱就是爱把握，哦，爱把握。咱老祖咧讲诶，毋管是上师、中师、下师。这拢是因为咱累世所种下迄款的因缘，造就了咱这一世在这个世间当中，
咱的资质是啥款？因为过去世而造成即一世咱的资质，咱的资质啦，咱的智慧有好啊无好，哦，咱家己上清楚啊。啊，过去世所做的，造成即世的结果，咱无法度去改变，无法度去改变啊。但是咱会当改变啥？咱会当改变后世嘛，敢是？有法会当变哦。咱会当着要因地上去改变。什么叫做因地上？咱讲三世因果来甲讲，就地来世果，因先做假事嘛。哦，咱即一世所做，就是咧做来世，敢是？咱会当为着来世来打拼。哦，那么即个因地上要怎去改变？就是在咱的心态上去做一改变。心态上啊，咱的态度会当改变啊，咱会当较积极的啦，是毋是？会当较积极的中庸内底咧甲咱讲啊。人讲人一人治己必治，人实人治己千治，随遇必利，随流必强。讲别人做一遍就会晓呢，无要紧，咱较行嘛，咱做10遍嘛。别人做10遍会晓，我做1000遍啊，敢是？哦，我著较行慢啊，但是我著加做几遍啊，加做几遍啊，哦，我著愿呢，加了活，加做活，天公了完加做活，咱会晓。咱会叫慢慢的消啦，哦，慢慢的消啦。啊，这是咱后学对其他的这个题目呢，天道的修行呢，啊，一点点来体会，啊，甲各位先生来做一个分享。所以在这个报告过程当中，也有真侪不足啊、模范的所在，啊，把咱师傅主笔下垂，咱负责人主笔啊，咱李老师，啊，各位先生呢多多包涵。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各位方便，谢谢各位。好，下面请请。感谢陈讲师慈悲，前道一公，空道一公，让各位看众以热烈掌声欢迎陈讲师的新主团。